疱疹點嚟就等佢點返去。我見過好多個朋友生殖器疱疹呢，反反复复，嘗試咗好多辦法都解決唔到，甚至呢都想放棄啦。其實呢，對於生殖器疱疹呢係有辦法㗎。我會分成兩個部分講俾你知，生殖器疱疹係點嚟嘅，以及我哋該用乜嘢辦法將佢逆轉。我建議呢，大家呢先點個小紅心，免得劃走咗就揾唔到咯喎。生殖器疱疹嘅傳染途徑呢，主要係通過直接嘅性接觸，包括陰道性交、肛交同口交。病毒呢可以通過受損嘅皮膚黏膜呢進入人體，尤其係喺性行為中呢，假如一方有口腔疱疹嘅病毒，佢仲可以通過唾液嚟傳播。咁點樣能夠將佢返去呢？生殖器嘅疱疹治療嘅方法呢，好多樣，主要包括呢係抗病毒嘅治療、免疫調節治療、中醫治療以及心理治療，特別係中西醫聯合喺對付生殖器疱疹、縮短病情、減少復發呢，有咗非常好嘅效果。你記住啦未啊？